又到歲運大佬準備交接班嘅時候啦。其實一個人嘅大運將嚟之前呢，一定係會有一啲徵兆嘅，通常就係呢三點。第一，一啲貼身物品嘅顯化，例如咧你戴咗好耐嘅手串突然間斷咗。第二咧就係你嘅朋友圈大換血，你身邊嘅一啲朋友或者合作夥伴咧突然間更新換代。第三就係你會主動或者被逼去離開你長期生活或者係工作嘅地方等等。其實呢啲都係你嘅腹部喺度發力，唔緊要嘅。不過需要值得注意嘅係咧，有好多大運交接班嘅人嘅節點，通常咧就同當年嘅值班領導有關係。咁好似嚟到馬年啦，就係馬仔啊、老鼠啊、兔仔啊、牛仔呢啲朋友會面對呢啲轉折點比較多。不過唔使驚嘅，只要我哋用平常心去面對，低調行事，好好去接納變化，順其自然就可以靜待花開啦。記得點讚關注哦。